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开讲一句俗语话，讲花要插，就爱插头前，唔通插后边就对啊。这是社会上普遍的真理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若要对人好，第一时间你就要表现出来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若有才艺，爱良早互人知，唔通含珠不同。三国时代一站故事含这句俗语话，我那真有牵连。就是汉朝尾，当道带兵攻入帝都洛阳城，手握大权，皇帝袂输敢若伊细汉的同款，互伊化起化倒。地方真侪官吏18路诸侯汇集，决定要讨伐当道，由南阳的太守袁绍提头，两军交锋对垒，点伫咧泗水关前。咱拢知影讲，当道的客囝吕布骁勇善战，唔呐，当道长内还佫一个勇将名叫华雄。诸侯派出来，这武叫一共来一个，抬一个，来两个共抬一箱，连东吴中沙太守孙坚，这孙权因老爸啦，都互伊抬到用要无命通转来。来讲华雄竟然来18路诸侯长我共骂战，讲来嘛，勇敢来嘛，来对顶嘛，对头嘛，单挑嘛，我唔惊嘛，啥物人来我拢抬。18路的诸侯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会抬都死的死，伤的伤啊。结果后壁一个马强手。关云长竟然开声，讲无好在下来喊华雄决一死战。实在讲，是当阵刘备、关公、张飞还未蒲头咧，诸侯竟然有以为通济，因三个搁伫后壁伫咧徛。而且讲袁绍还未开声，因小弟袁术成爬起来跳。打你是何方神圣？下太勇将遮济都抬袂赢，有通着甲你这个无名小卒伫遐咧请赢？唔那敢若讲袁术反感，连刘备原来咧烦恼，伊甲关云长头掉手，关云长越过。因大哥伫咧害头，大哥的意思，关云长心内嘛知。讲人家大力愈过遮济，哪有通着甲咱会场面，哪有通着甲咱来蒲头咧？结果张飞说：“我过去甲刘备偷家耳啊！”关云长心内咧想讲，当恁两个欺母欺叔是咧讲啥？即当阵做错徛出来。来，关英雄，这杯酒打温好，我来甲你助威。刘备心内想讲，安尼阮第二个舞台拍算袂使安尼。结果关云长搁较挂口，伊讲。这杯烧酒敢通互我占价？我来喊华雄战完倒转来接啉。周朝笑笑，讲好了，咱唔好。在周朝心内咧想吼，你若战输，我那无命通我转来啉啊啦。打关云长青龙应法倒举咧，行出场外。过来《三国演义》内底事故已经讲甲真清楚。分鼎停战，一盏酒就是讲一杯酒；分鼎停战就是讲这杯酒甲暂停；分鼎停战是英勇。酒上温时斩华雄，华雄人头对地，关云长直来到场内，这杯酒捧起来，感谢诸侯，讲落啉落去了后，伊翻头问张飞讲第三个，欺母欺叔讲细声话，介无礼貌，你他拄我甲大哥讲啥？我就讲老李若要抬，你就互伊去抬，莫甲动，因为做人做事，惊就袂着顶，花就爱插头前啦，有影，花就爱插头前。